他能干啥呀？我那儿还卖着货呢，这出货进货全他一人包了，啊，还有这工商税务他全管，这电话也都是他安的。最主要的是，他现在是我的保镖。自从他跟我当了保镖以后，就那些什么滋事的呀，什么捣乱的呀，全都来不了了，全都不敢来了。怎么样，老同志啊？你女儿是不是挺有经济头脑的啊？花1个人的钱干3个人的活，划算。叔叔，大爷，不是所长爸爸，我敬一杯。所长爸爸中午不喝酒。啊，那什么，别生气啊！我喝完这杯，我就收拾屋给你腾地方。中午不能喝，你别喝。喝不了，还喝。他怎么又追到我屋里去了？把我的酒也喝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工作需要，这不是婚姻介绍所吗？这登记的时候用这房子登的记，你这办公室、住房都在这儿，商住两用。你说你们2个住在这屋里头，这邻居们怎么看呢？啊，对，您说的对啊，您来了，把他赶走，不让他住这儿，啊。你这腿，你说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让他就发现了呢？啊？一言难尽呐。哎，人都走了，您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走了怎么啦？走了我也得说，该说就得说，凭什么让我吃哑巴亏呀？我坚决不能饶他，我必须跟他爸算账。我告诉你，行，赔我精神损失费，赔我牙膏费，赔我办事猪，还赔什么呀？爸，您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说你怎么能干这种事？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让人听着。从小您怎么教育我的？不管干什么事，脚踏实地，实事求是，对不对？行得端，走得正，这都是您跟我说的呀。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咱老祖宗、老金家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我一直都这么做，那您怎么这样呢？不是，您这弄的这叫哪出啊？这是，不是你这不是骗人，这撒谎，你怎么能撒这种谎呢，爸？小亮，你怎么能跟爸这么说话呢？我这，再说这事儿也不怨爸，主意是我出的。你出的主意啊，姐啊！不是，我说姐，你都愁死我了，姐！你说你都快40了，人你怎么还这么不靠谱呢，姐？你出这叫什么主意？你这为了谁好啊？这是？哎呀，这不是都为你吗？你说爸就想让你们回来跟他一块儿住，可是小米他妈又不放你们，那我就想让爸装腿瘸，那你们不就回来住了吗？谁成想你们把爸还给接过去了。你要是回来住，这事儿就不会出。不是，弄了半天是我错了，你们还有理了是不是啊？不是姐，你知不知道我丈母娘把我爸腿这当个真事儿了，天天真心实意的在这伺候我爸呀，天天又给我爸做饭，又炖汤，又照顾。不是，你说你这样，最后是个骗局，你让我怎么面对小米？我怎么面对我丈母娘？我还回得去吗？我俩这日子还怎么过？你说呀，姐？你也别冲我们嚷嚷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要是一个男人啊，你要是说话硬气点儿，什么事儿都你能做主，这家里头真的不会出这么多事儿。说好心好意的帮你，还不领情。姐，你这是帮我呀？你这是害我！姐，从小您是看着我长大的，
你说我是什么孩子，我是什么样人，您不知道吗？你说我不是个男人，那你说什么样是男人？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了。反正我没别的，真的，我就希望大家都高兴，真的。我受多大苦，我受多大委屈无所谓，我都能扛着。我就希望让咱家每个人都高兴，还有小米他们家，都高兴了，我就高兴了。不是像我怎么觉得让你们高兴怎么这么难呢？你说从我俩结婚到现在，这出的事儿还少吗？我跟你说姐，我不是个大闲人，我没事可干，我还得上班呢。我天天我拿着手术刀，我还得给人动手术，还得生孩子呢。不是你们考虑考虑我的感受行不行啊？姐，真的，我从来没指望您能帮过我。您只要别给我添乱，那就算是帮我了，姐。金亮，你说话你要凭良心。我给你添乱，我要害你，我什么时候害你了？我要是真想害你，你小学2年级的时候你掉冰窟窿里，我就应该不管，我就不救，就让你淹死算了。你上初中那帮小子揍你，我就不应该替你出头，让他们打死你算了。我害你，我落着什么好了？我哪一次吃鸡的时候，我不是把鸡腿给你留下呀？你说话你得凭良心，你给我说说，我到底怎么害你了？行了，你们姐俩别吵了。这件事都是我的错。回去见到你丈母娘，代我给她赔个不是，就说对不起了。闻所未闻吗？这不是骇人听闻吗？这不是挺大岁数一老头跑到人家装瘸子，嘿，这大夏天的啊，缠着胶布，缠着绷带，打着板儿，你不怕捂出痱子来啊？我的天哪！就你们老金家，贵族，妈，骂归骂啊，别捎带着把金亮给骂进去了。咱们仨都是受害者啊。你们俩受什么害了？你们俩也就是精神上受了那么一丢丢伤害，我呢？我精神物质加肉体，我受多大伤害呀？等，你什么？你说话注意点分寸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怎么了呢？你肉体说，嘿，肉体怎？我这不是肉体呀，我。哎，明儿我不得早出晚归的，我去给他买各种补品呢，我这脚没受伤啊，我这脚不是肉的，我这脚是什么变形金刚？我这是一摁钮就出一大铁棍子啊！说实在的，就你爸这种行为，这都属于诈骗，这都属于我跟你说，我都能报警了，我都能告他诈骗罪了。您骂的对，就是骂我也是应该的啊。就我爸这回这事儿确实是干得太不地道了。我这当儿子的吧，这爸犯了错，儿子应该担当着。您要是觉着不解气的话，那您就打我一顿，没事，只要您能消消气儿，怎么着都行。哎呦，你也用不着说这个，小亮，你知道我干嘛骂你啊？我干嘛打你2下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妈这人是一个爱憎分明，你知道吗？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一码归一码。你爸的事是你爸的事，你的是你的，跟你没关系的事，你甭这勇于承担，知道吗？说句老实话，你也真够可怜的，真是够倒霉催的，摊上这么个爸，你还挺孝顺啊。哎，妈真劝你一句，
跟你爸一刀两断完事儿，真的断绝父子关系。妈，你也受伤了，这脚还疼着呢。明天再说啊，话别说太满了。什么叫话别说的太满呢？我这说满了吗？我刚说一开头。哎，我这要憋死我呀！你们俩。叹什么气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确实得好好说说你爸了，不带这样的。我说了，那我还得怎么说呀？那是我爸。再说了，你妈也有点过分，让我们俩断绝父子关系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我爸犯什么滔天大罪了，还得断绝关系？这你妈也有点过分了，这是。不是我妈怎么过分了？她不是也气的吗？你想想，你爸来这儿，我妈又是炖骨头又是炖汤给他，伺候他跟伺候自己老爸爸似的，真是。也就逮着我妈脾气好，搁我身上，哼！你哼什么呀？到底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可不许骗我，你要是骗我的话，哼哼！你老哼哼什么呀？那你要发现了，你怎么着？黎叔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你就想吧，往最坏里面想。哎，你说他喜欢狗，他喜欢猫，哎，他俩能凑一对儿哈？是不是？问你呢，是不是？爸，那个你放那边一会儿，我去干。不是，爸，能不能轻点啊？我们这儿正开会呢。我在我自己家里干活，这动静大小还有规定啊？啊？怎么的？大小还你说了算吗？啊不，我们说了不算，你说了算，随便。你放那一会儿，我干嘛？你干嘛去啊？出去走走。哎，你说，他俩怎样？搬不搬呗？你说什么？他俩合适不合适？太压抑了，就再是工作吧，就空气都凝固了。就把你吓得你真成。小鱼，我问你啊，哎，那个桑尼走了没有？桑尼，没走啊。没事儿，就先这样啊。对呀，上次丁总还说琪琪回来你让公司接呗，说陈师傅一天到晚都闲着。啊，好，15号我去接你啊，放心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嗯，谁呀？哟，淑华啊，有事儿吗，吴老师？我来找些金先生。哎，那个他走了，他走了已经。怎么走了？啊，腿不是坏了吗？他怎么可能走呢？哎，老季啊！哎，吴老师，他真走了，腿已经好了。伤筋动骨要100天的，而且我晓得的，他现在走了的话，将来还会犯的呀。哎，吴老师，咱能不咒人家吗？啊，不是咒的，就说这情况是吧？不是，您还有什么别的事儿没有？您要没事儿，我还有一大堆活儿得干呢。有一件小事情，想跟你聊聊天呢。哎呀，
还干活呢。你干你的活，我讲我的，是一点不妨碍你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老年人一定要注意的呀。那脑子呀要迟钝的了，哎，那我做着活啊，我去看电视了，我看电视很好，一想，哎呀，做图呢，你看，哎呀，火扑了，把那个火都扑灭了，煤星还在冒着。如果我不注意的话，这要出大事情的。容易犯心脏病的时间，你听我讲，我跟你讲，你不晓得的，老年人要注意。老年人犯心脏病在什么时间呢？在深夜10点多钟啊！你旁边没有人了，你打一个紧急电话让来呼救紧急，叫急救车都来不及的了。吴老师，您听我说啊，首先我跟您不是一岁数，所以我做水啊、做火我也不会忘。另外呢，我这心脏也非常好，很坚强啊，所以用不着凌晨3点找人帮我打电话啊。您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您要没什么别的事儿，您先回去得了。我这干点活，马上我换衣服，我得出门。又要出门啊？哎，好的。哎，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！哎，格外的小心。是，哎，不小心腿一下子摔坏的，啊，是不是啊？跟金先生一样的。哎，是不是啊？行。有事情要找我啊！哎，啊，行。我跟你讲，你打个电话，我立刻就下去。好的，比他们急救车还来得都快的啊！啊，那我走啊。哎，再见。好，不要说啊。别看电视了，好不好？睡觉吧，明天一早人还上班，好吧？那行，那你看，我关灯了啊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自己看电看呗，我不能关灯了呀，关灯不能看电视啊，是不是？我不管。小米姐姐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找我？我当然找你啦。我们认识吗？你仔细看看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的声音我听着是有点耳熟。我们在哪儿见过呀？正儿。啊？小敏，你找我的吧？胖叔叔，我不找你。这个称呼很熟悉嘛。我也觉得是。你谁呀？你以前来过这儿吗？我当然来过了，你们都不记得我了？你到底是谁呀？哎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双胞胎姐姐还是妹妹啊？就是穿的特别朋克的那个，然后就那个呀，对，还是挺像，是这个吗？这个就是我就是这个，穆小天就是我爸。啊！不会吧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上班时间开联欢会呢？你们？这是谁呀？这是工作时间，你啊？你彤彤，闺女，你怎么没穿衣服就出来了呀？你啊？不对，你怎么没化妆就出来了呀？哎呀，其实这样挺好的吧？相信闺女，爸爸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？穆小田，我今天我不找你，你赶紧进去啊！啊，不是找我的。彤彤啊，你听爸爸说啊，
叔叔阿姨们工作都很忙。叔叔阿姨们有点好，哥哥姐姐，这是个叔叔啊。那个好了，你们工作，咱们到办公室啊。我说了不找你，你去，我还要跟他们聊天呢。你赶紧走。你去工作吧。去吧，你们先工作。好，那你们聊一会儿吧。好。小米姐姐，你们下次再来。真的，这样打扮真好看，是不是？改风格了。对呀。你怪我就说，我就想是谁就想不起来了。我跟你说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以后就这样，这件。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呀？或者你真的你别现在。其实，我讲他这件案子啊，正人正言部分啊太含糊了，有些细节经不起推敲。好，我这个客户得说说，你把这一面做实了，还是实事求是一点好，就不太准确，跟好商量。好呀，好的，没问题。老公，快点，这茶都给你泡好了，再不喝凉了。琳琳，我求求你，你还是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回家也没事儿，我就在这陪你。不，你在这陪我，你影响我工作，知道吧？我影响你什么工作了？我也不说话，什么也不干。哎，问题你晃来晃去，我怎么工作，怎么心定下来？你不说话，它也影响。哎呀，这样的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说话，什么都不干。哎，你就当我是透明人，隐形，看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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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你怎么隐？我怎么能看不见？哪来隐哪来透了？你那么大肉身子，那么丰硕的体态，我这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。我不影响你，你也别影响我，好吧？快办公，办公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王琳琳，我跟你说实话哈，你真没必要待在这个地方。我在这工作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请进。大哥呀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我卖的是高科技的保健品，不是酱油醋。给的这价格，你耍呢你啊？你耍大刀呢？啊？你笨的话，你合计合计，要你的话，你能不能卖？成？你爱买哎不买，我这反了你还？你说谁脑瓜笨啊？我说他，他给那价格太离谱。我跟你说，当面我看你是笨脑瓜。他是谁呀？啊，他是客户。客户是什么？客户就是上帝，就是你的衣食父母。你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全是人家买了货以后给你钱，你才有。懂不懂？能这态度冲别人吗？我不是冲你，他。就是说他这事儿嘛。哈，爸不是所长爸爸，我们谈工作。没有，我训他呢。爸，你歇着，你坐下。哎，坐下。我觉得咱卖货，咱得总结一下，对吧？你就说你上次就去门头沟那批货。你送了3次，你没送出去，你给我总结一下。你说你为什么？他没跟我说实话，就是我态度吧，就特别不好，太强硬。那你为什么态度强硬啊？啊？我这是为了展示公司的实力呀。你公司有什么实力呀？你有什么实力呀？你除了个儿高点儿，咱们现在是卖东西，是不是？
你得跟人微笑，你得笑，知道吗？笑脸相迎。不是明明这事儿吧，我得更正一下啊，就是每次吧我都准备笑来着，我就准备什么，就是他们把货一买，我马上我就跟他们笑。你不先笑，人谁买你东西呀？啊？你不是就得先笑啦，然后呢，人家买了你的东西了，然后你才笑到最后，你把钱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说的真是挺有道理。那我是整反了是吗？对呀。那这小伙我别过来。行吧，那你现在说说这婚姻介绍所，你接了多少电话，有多少会员入进来了？明白这事儿，我正想向你汇报呢。我接电话，我接了好多电话了，他们一上来就问我公司的规模。那你咋说的？我说我们公司规模可大了，对，有所长，有副所长，有客厅，有饭厅，有厨房，有卫生间，还有卧室。人家问规模，规模啥意思啊？规模是你现在有多少个会员，有多少女会员，有多少男会员，他们的条件都是怎么样的？你介绍了多少对儿，这叫规模。这个是规模呀！哎呀，我说的呢，他们怎么后来都问我房子卖不卖？哎呦，救救我吧！你怎么了，你小姨？哎呀，这怎么弄得出去呀？小亮，你爸最近表现怎么样啊？自从上次我批评我爸之后，我爸一直在家里进行深刻的反省。他是得好好反省反省的，太不像话了！你这叫什么呀？这不是好日子不当好日子过吗？这不是。那回头妈，你好好教育教育他啊！我才懒得教育他呢，我教育他干什么？没那闲工夫。没工夫你还问他？哎，问问怎么了？问都不许啊？问要钱呐？哎呦，我这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，敏儿？我防患于未然，我。哟，喝点茶，谢谢。他昨晚几点钟睡的？哟，昨儿晚了，昨儿和小健一块喝酒来着。小健呢？喝几点？喝到3点多呢。喝多少啊？喝了2瓶，红的白的。红的呀。可还是可以。那行。但是一喝完酒就起来，成习惯了这个。是啊，就这。起来啦。哎，琪姐，先喝杯水吧。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早餐？我买了小笼包。不吃。那我给你盛碗小米粥吧。好了，别麻烦了，你坐在那儿，我跟你们聊聊天儿。昨天晚上我确实喝了不少酒，可是现在确实很清醒，一点都不难受。那是因为酒好，人家说好酒不难受，不醉人。好酒好酒。这人呐，没出名的时候看着人出名特着急，这真出名了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哦，对了，阿杰，哎，我今年9月份是不是跟小健我们俩要拍一广告啊？对，有一个汽车广告。取消了吧，我不拍了。啊？还有下周是不是也是我跟他有一剪彩活动啊？对，有一个楼盘剪彩。也取消了吧？琪姐，你怎么了？钱都不挣了？没钱的时候，看着人家有钱特着急。真有钱了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冬梅，以后跟着我好好干，姐姐不会亏待你的啊。哎，是琪姐。我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的，我那些首饰、钻戒、耳环，倒不一定都给你，可是我那存款会留给你一部分，你跟你妈好好过。不是，琪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干嘛呀？你这挺吓人的。吓人吗？一点都不吓人。
我去补补妆，麻烦你们再等我一会儿，啊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不知道啊。昨晚说什么的？那我哪听得见啊？我不知道。你这怎么是不是颈椎不舒服啊？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这个时候就感觉到瑜伽对我的好处了。哎，你老教他们练那猫拳，你也教教我呗。那不是猫拳，那是瑜伽里的猫式。哦，对，你教我2招，我也练练。秦大夫，你要跟我练瑜伽，跟着我学啊。每天5分钟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双手打开。深呼吸，对，双手向前，闭上眼睛啊，无限延伸，撅起你的小屁股，很好。李大夫，李大夫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人刘主任一直找你呢。那个金大夫，那我去看看啊。别说，我这舒服多了，真放松下来。是吧？每天5分钟坚持。我先练练，你教我这俩动作啊。喂，我听着呢。对啊，好，你说。我给你介绍了一个那个大学学历，对，大学。你小点声，小声就乱。哎，对不起，不是说你。不对啊，你放心，我给你准榜介绍一特别合适的啊，对，一点都给你约好了，对，你好，是宝成，房产城啊，对，咖啡厅，对，你的右手拿着这个锅，左手拿着这个对读者文摘，记住时间你可一定要记住啊，明天好吧？喂，干嘛呀？给我电话挂了。喂，对，就见了面了，很满意哈。哎，对，看电话挂了啊，对，9点钟不见不散，好吧？记住了吧？时间地点，行。老米，你还真能睡着啊你？干嘛呀？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给我句痛快话，辞不辞的？我凭什么辞人家呢？我说多少遍了？是，你说多少遍了？问题没有理由辞人家，人家工作一贯不错的，我辞人干嘛呢？请进。有一个文件需要您签一下。我这知道了，我这会儿正在忙呢，那文件待会儿再说吧。好的。哎，这真的，我跟人家真的什么也没有，你能不能别想的这么龌龊，好不好？我往哪儿想了？我怎么龌龊了啊？请进。10分钟以后大会议室开会。我知道，你们先开着，我一会儿就去啊。你说你这段日子你没干别的，天在我办公室待着，你发现我有什么蛛丝马迹吗？我干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吗？没有嘛。还有那个桑尼，你来过我办公室吗？从来没来过吧？请进。米律师，这是我刚买的西瓜，你跟嫂子也尝点吧，可甜了。来。好呀。哎呀，谢谢桑尼啊，谢谢。嫂子，这块大的留给你。对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哎，好，哎呀。吃啊，甜。给你送西瓜吃啊。不是，这真是纯属巧合，我也没想这真巧合。哎呀，编的，你看你还能编到哪儿去？我没编呀。这就是在公司，我给你留面子。这换个地方，这西瓜我早扬他脸上去了。你是点别还好不好？哎，这当着我面送西瓜，我人不在这呢，那得送什么呀？啊，说，快吃啊！你看2块，哎，这要是我不在这儿的，是不是？你一口他一口，你一口他一口。哎呀，老米哟，都甜到心里了，是不是啊？
王琳琳啊，你能别逼我好不好？你太神经了，这样咱俩都会疯的。疯，要疯一起疯。形象你就知道，哎呦，就是一个贤妻良母啊！对，你打死他，他也不出去玩去啊，就知道在家收拾屋子、洗衣服、做饭。哎，你一见面你就知道了啊，绝对的啊，坚决不出门，就在家待着洗衣服、做饭，绝对的，你放心哈。对，就这么着了。那明天我给你约好吗？好嘞，丫头，你看爸成天在家这么待着也挺无聊的，我想找份工作。你想找工作啦？那你给我接电话呗。我不给你接电话，你这不是什么正经工作。谁说不是正经工作呀？我们这正经的婚姻介绍所都介绍成好几对了。哎，这正经是文秘接电话这个。我上回有一大学生来，我都没让他来。哎，行，你还是给那个大学生留着吧。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找好了。找好了？你找什么工作呀？情感传递专家。情感传递还专家？这是什么工作？没听说过。就是给别人送鲜花。还就是送鲜花啊，还不如我这文秘呢。是不是怕我不给你工资？你怎么越来越不着调了？看你，哎，对，哎，右手红玫瑰，对。怎么了？卡壳了？啊，我卡半天了。你帮我看看啊，就这段。我是想写那个女主人公向男主人公表白，但是以他们俩现在的关系呢，这女的还不能明说，还不能有什么暗示。你说我怎么写，我能让观众明白这女的在向这男的表白，但是又不能让这个男的明白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啊，明白。明白。那你帮我编编。不是，我又不懂写剧本，我帮不了你。哎呀，你是女的，你总比我了解女人的心思吧？你帮我想想，我都卡半天了，愁死我了。啊！哎呦，你这也不能写，那也不能写的。哎，我想了一办法。要不这样，不能写就别写了，咱俩出去玩玩。哎呦，我哪有心情啊！我不去。没准玩着玩着就有灵感了呢。啊，那行。那你开车了吗？开了。那你把车搁这儿，咱俩开一个车。哎，咱俩各开各的。干嘛呀？费那油干嘛呀？我正好借着机会跟你比试比试啊。我可是老司机，你跟我比？切，你还真不一定是我对手。你别开玩笑了，你。不开玩笑。
我说行啊你，范儿够野的呀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跟我说说啊，你，不是，你怎么还有这手啊？哼，这算什么呀？我还有好几手呢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跟我说说，哎，我这可是黑骑士都没追上你，你跟谁学的呀？这技术？以前啊，我喜欢一男孩，开赛车的，老一块玩，就顺便学了点皮毛。开赛车的，哎，你俩怎么分的手啊？